当地时间10月13号，第2届中国电影周在温哥华开幕。本届电影周以“光影围桥”为主题，于2025年10月13号至19号举办，为期6天。第2届中国电影周精选《我和我的父辈》《流浪地球》系列等9部影片，涵盖现实主义、科幻、动画等多元类型。每部作品都是观察当代中国的独特窗口。活动注重东西方电影美学对话，通过影片展现跨国境遇，探讨人文与自然命题。此外，开幕式同步举办以影像叙事与文明对话为主题的中外影视交流论坛，特设青年影人对话环节，为新生代影人搭建思想碰撞平台。And I think this week will provide people an opportunity to see, some different types of Chinese films from China. 我希望他们从看这个电影可以走进中国，了解中国，这样最后把我们加拿大跟中国的文化、经济、贸易各方面的交流都可以推进更进一步。